像有这样的台中市长，绝对是悲哀，也非常的恶心。卢秀燕市长在知道猪瘟的第一时间，选择参加购物节的记者会，却不出席猪瘟的记者会。到10月10号开始有猪只的死亡，大家知道，在10月13号，卢秀燕在吃小吃；10月15号，卢秀燕一样在吃咖喱；10月18号，卢秀燕在台中爵士音乐节打鼓，而且还是惨白的脸出现，结果拖了10天才通报才裁剪，巨额的损失，猪农的眼泪，全民的经济海啸，卢秀燕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卢秀燕不关心非洲猪瘟的防疫，只关心用公帑包装自己的卢妈购物节，像这样子的作为，根本就是徐正惠第二。